論語溫習。有位朋友同我講，佢公司裏面有位同事係同佢好熟嘅好朋友，但係可能知熟賣熟喎，周時就將啲佢工作就轉移過嚟，你幫手做埋呢樣啦，你幫手做埋嗰樣啦。所以佢好似唔係幾好，咁但係總之覺得唔係好開心。咁其實喺呢啲咁情況之下，我就同佢講，你可以用兩句好《論語》裏邊嘅句子去同你朋友去分享下啦。第一句子就孔子佢講過嘅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做一個人，每一個人應該就做翻佢自己佢能夠嘅工作，而千祈就唔好去做一啲唔關你事嘅工作，因為你未必做得好噶。而假如你真係做得唔好嘅，你會害咗你位朋友噶。所以同佢講呢樣嘢真係唔係咁好嘅。《論語》裏邊亦都有講過，有一個諸侯，佢問孔子：為政之道，一個人係點樣啊？點樣去做一個管理？點樣做一個處理人際關係咧？孔子佢嘅答案好精闢，佢話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呢句說話其實意思就係話，一個人當你喺唔同嘅位置嗰陣時，你做翻你自己當時嘅位置嘅工作。呢句說話其實好科學化。一個人如果喺一個公司裏邊，佢喺個部門經理，佢部門裏邊佢就係君，但係去到佢哋總公司嗰度，佢只不過係其中一個經理啫，佢就係臣。而佢翻到屋企嗰陣時，對佢個仔，佢就係父；對佢翻屋企見到佢爸爸，佢就係子。所以一個人喺唔同情況，佢都有唔同嘅身份，就應該做翻適當嘅回應，做翻安分嘅事情，亦都係呢個不謀其政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嘅意思。另外，亦都可以再同朋友分享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詳嘅一句子，所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你而家咁樣去不斷咁叫我幫你做嘢，但係如果有一日我又不斷咁叫你幫我做嘢，你會點啊？你都會唔開心噶嘛。所以咧，孔子教我哋就盡量去做一啲唔好令到我自己都唔想要嘅嘢，就唔好加喺其他人身上啦。所以我哋能夠做得到各安其位，呢個社會大家嘅人際關係亦都會更加和諧。希望大家可以去反思共勉。